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咱来讲树仔。天气热到惊死人，都市讲爱种雨伞，树仔敢无比伞搁较纳凉？树仔在都市的生活，敢是油麻菜之命？今仔日咱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加拿大的爬树仔师江明俊。大家好，我是江明俊，我是艺树林的创办人哦，我叫江明俊。那么第二位是政治工作者林碧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员陈少元林碧芬。那么第三位是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刘美凤。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台湾树人会秘书长潘汉强。各位来宾，各位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看这代志安怎开始的呢？这是台北市、新北市甲高雄市，讲要伫路口要试办着早日的雨伞。环境部长彭家平呢认为讲，这只是短期的做法，那较有影的就爱种树啊。台北最近就因为刷树啊、撤树啊引起了争议，针对着网络来生活，台北市政府讲要发要提告。高温互民众想要伫树园歇凉，不过最近台北市撤树仔、刷树仔引起外界质疑，包括伫民生社区的富民生态公园，市府要开5400万做公园改造工程，护树团体就抗议市府政策伤凊彩，违背公园生态化。只要有重大的工程，就会在这些树木风险评估的时候就把树木判死刑。好，明明是树木风险评估是在做健检报告，居然是用健检报告来判死刑哈。那富民生态公园有民众就发现市区袂少所在拢咧撤树仔，机关安稳警也指出，2025年台北市减少3164丛树仔，比前一档的减少数量加122%。去年煞干那保证778丛，都民众质疑撤树仔对敌军无人机真早有利。台北市公园处针对个案澄清，嘛讲若有人说话会提告。这样的谣言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本处与北市刑大已展开搜证。114至115年度合计也新增植树超过13225株。台北市公园处回应讲，市府撤掉的树仔内底8成3拢是因为自然死亡、就气、病虫害、天灾。有专家指出，惊甲爱撤掉这步，是因为长期修剪不当，增加公共安全风险，建议着爱事前预防。只是暑假才拄开始，树仔关系着降温甲生活品质，嘛互民众搁较关心，要撤树仔进前，敢有专业公开的风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这个话题已经烧几落工吼，阮挑工吼，爱较冷静的，大家好好来讨论这项代志。首先要让观众朋友来了解吼，以台北市为例，台北市是有一个作业的流程吼，譬如讲爱签报市府核准会当移植之树木，譬如讲第一种是先驱树种，就是讲伊家己。落土就生出来就先驱树种啊，譬如讲落树啦，还是迄老会桐啦，还是白蒲啊啦，像这种树啊，这算个杂草树啊啦，吼。第二种就是讲伊生活率真低啦，譬如讲大叶桉啦，这个青仔丛啦，吼，这个青白啊啦，吼，甲这个。或者是讲树啊离着这个建筑物来就挖紧的，无法度生长啦，就甲抽起来，吼。但是这个流程譬如讲也有这个有掉糖的，像最近在咧讲这福君病啦，这到底正式的咱台北市安怎来彻查？这真严重咯。讲爱有牛啦，爱虫啦，而且爱有说明会，而且佫2名以上的专家学者进行着树木的移植计划书的审查。我要先请教咱的这个江老师。是。伫外国要撤一丛树啊，对。
因拢是什么流程？咱甲外国比起来，咱是有差别在哪里？哦 ，OK， 在我伫国外看吼，那是因为阮有分市嘛，因为我伫 Toronto， 啊，伫遐的话，那伫 Toronto 伊是算讲，那即个直径30公分啦，吼，啊，咱就要签署，就是你要有一个球赛，吼，啊，伊要先看主要的所有的状况，啊，伊的评估，吼，伊的评估看安怎，吼，啊，若感觉讲这张球啊有问题。吼，啊，咱才会使来错，但是伊错了后呢，歹势你错一张，你还搁补一张，安尼。哦，啊，原地要补一张。你会使补一张伫另外一边安尼，反正你爱错一张补一张。啊，伊这个补的时阵啊，另外一个城市是差不多20公分，所以每一个城市的规定的无共款，啊，但是是有这个规定，就是你袂使学白错。但是像恁，譬如讲，你听讲你爱艺球赛，爱去看现场，爱签。是。我台北市讲啊2名以上，是毋是啊？更较严格吗？敢是安尼讲？其实主要我感觉毋是讲几个人问题，我感觉几个人无重要啦，是讲我感觉即摆的问题是讲你的这个发包单位啊，甲你的监管单位是毋是同一个啊？啊，若同一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嘛。一般人讲，阮发标啊，甲这个验收单位是毋是你爱分开嘛？互相监督。哈，对。啊，你袂使讲同一个这个系统内底的人，你一定要成立一个这个专门的部门来去做监督，安尼才是真正的做法啦。哦，啊，江老师，你甲咱看吼，你即摆摕遮济图吼，这种是破病的球啊？这内底有少济问题，我会使讲。你记一下例互咱看者。我先互大家看一个上主要的一个物件吼，正确的球啊修正吼，啊，这张是阮一个案件吼，这是修正进程吼，啊，大约啊是安尼啊，吼，这修正进程。啊，这有啥物问题？啊，修正以后呢，会安怎呢？修正以后才是安尼。实在讲，咱无专业，看袂出来。看袂出来对吧？哈啊，看袂出来吼。好，恁看到这话，恁看袂出来，啊，过来阮互你看另外一张。无想到讲，咱节目你即摆咧大家来找茬。来，好，安尼有共款无？当然无共款。无共嘛，对无？哦，这剃光头去啊。对，所以阮会使按遮就知影讲，你一个正确的修正，吼，修正了后会安怎？正确的修正呢，是看起来是敢若敢若无啥加，其实加落来物件拢足济，但是遐物件拢是实际上阮爱加的重点的部分，毋是讲我看啥加啥，啊讲甲叶啊全部剪落掉，安尼叫安全，毋是，其实阮是制造一个炸弹，啊等头几年以后看伊当时的爆炸的啊。哦，这安怎讲？因为我会记得吼，差不多。正10年进前吼，我莫讲倒一个台北市长啦，伫和平西路吼，遐有迄个白千层，啊，迄对我细汉时阵就成长哦，哇，足悬的，总差3、4层楼啊厝较悬，结果哦，哇，一路来去，敢若甲你剃光头呢，甲你撸平啊，变做你剃就3分头，我剃到差不多剩差不多3层楼啊悬，这种剃法，你讲？会变做一个炸弹，这是什么意思？哦，好，咱来看一下吼。那这张的话吼，大家会使其实会使清楚看到讲，咱即马这个基本上阮管这个路边的这个树啊，大约是生安尼。吼，啊，伊这个乌芒啊拢无疼，吼，啊怎啊甲藏落，啊甲带落，反正你看唔到。啊，有的人你会使伫图面，你会使看到一寡绑迄塑胶锁啊，啊甲这个网啊，啊拢箍条伫内底。啊，你箍条伫内底的话，伊即个筋袂使发啊，所以卡徛袂掉嘛，对无？啊，即个时间的话，你搁做修正，啊修正吼，基本上佫有一个即个缺点，就是你修伤济，下较爱水，袂使做即个蒸散，水走袂去啊。啊，咱积伫即个土内底。安烂筋。嘿啦，啊烂筋，啊怎啊烂筋了？啊久下了，筋是毋是烂去？烂去了，这个树啊本来就已经有问题，较弱势啊，啊这阵才来这个核根病才来倒安尼，毋是讲核根病一个健康的这树啊，啊伊怎啊甲救，毋是安尼，是你原底就无好啊，所以伊受伤啊，啊才来得流感安尼，
在感冒啦。哦，体质就是先天不足啊，后天佫失调啊呢。嘿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血管病唔是讲啊，即个敢若天然灾害啊呢。是。大部分有诶拢是人为所造成诶。是无唔对。吼，安尼我请吼佩芬啊，做了真侪统计，你甲咱看以台北市为例，血管病到底有偌严重？以我所住的所在伫寿山公园啊，哇，就几丛，我所看到的，我看到的，去遐问，超有4、5丛，做起来，但是树头啊，搁伫遐呢。啊，这安尼较对，我小咱才来请教吼。啊，但是你先来甲咱报告一下，讲到底这血管病是台北是真严重吗？真严重啦！伫咱台北市是一个盆地，足烧热的。啊，这血管病伊足介意款淡的所在，热的所在。佫湿佫热。对，伊的而且伊佫会传染，敢若感冒共款，敢若 COVID-19 共款。所以，若是一个地，即个树啊着病啊，你爱甲树头夹握起来，握起来，然后迄个土爱用蒸的，熏蒸的，吹哦，对，用吹，爱放药啊，2年3年，可以恢复健康，再当种别项的树啊。哇！伫咱台北市，咱河根病有编列相对应的预算。但是过去的治疗的比率非常的低，趋近于0。相反的，头拄仔咱老师有讲嘛，咱夹头毛上水的头毛是安怎？看起来敢无正共款。对，今年伫咧台北市，咱修正迄数目的医生高达2亿0900万。你小弟，你讲敢若修剪树木？对，2亿5千，2亿0900万，2亿0900万，敢若修剪咯？对，修剪分4区，东南西北，一区5000万，斗起来2亿0900万。哦，所以会使讲台北市民300万人剃头就剃了2亿外。对，但是伊毋是逐年拢有变啦，伊前年无变遐尼济。而且唔是拢夹头毛，是特定的路段但是夹头毛不要紧啊，为什么？因为伫咱台北有台北市的自治条例，树木修剪的自治条例这是地方议会通过的，它有规范咱修剪的时阵有一定的比例。就咱家无写，你讲一定的比例啊？对，不可以超过25%，今年想对，但是。我们回到道路的修剪现场，就我一个这款的比例是要请什么人来做主？谁来做主？专家。专家无伫咧现场啊！伫咧现场的专家是承包商的专家这是问题所在啊！所以咱有钱就有钱，应该爱就钱，应该爱照步去开。叫老师拢无趁到这条钱，而且咱修正进前，你修正倒位，你爱先讲嘛，你拢无先讲嘛。伫咧咱公园处的网站，无啦，人伊有讲伊这是修正啊，你讲移植的时阵有工程说明会，拢无。其实迄拢无，应该爱上网。比较大的工程，比如讲富民生态公园，它都在新闻有报的，这是有。整个移除计划上网公告，但是伫咧咱民生东路的这款，伊无剪头发的预告的这个报告，完全都网络都是找不到。所以今仔日透早，咱民生东路的民生社区的居民自主去上街头去监看今仔日透早的修剪的状况，都有咧剪安尼。对，现场监工。现场看有没有超过25%？哇，这麻烦哦！我就有一个问题，是安怎咱公园处？大家做刁民呢？对，公园处的你的长官哪会无伫咧现场？拢无咱市政府的人，拢是承包商伫咧现场，是安怎无人去监工？
地属咱的居民套早起来，爱去现场去看，害怕过度修剪变成你讲的迄三分头，三本头，就是市府在这一块缺席了，咱市民就要自救。敢若你台北市拢无咧讲。啊，所以具体咱的佛君病的树木有统计数字无？有统计数字啦，有统计数字，伊是最严重，伊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去影响到整块，因为它会感染，很多的感染，它是一整个公园都会影响到的，对。拢一直拖去就对啦。对，而且一年，而且核根病是有一个特色啦，伊是从得感染到发病，以及很长的过程，跟我们的癌症一样。有第一啊，无第一，有第一，但是你要就早去发现，就会当医。但是伫咧咱台北市平常时有编列预算，但是咱公园处拢无去顾咱的树木。我遮有一个案例，互大家看一下。这是民生东路，民生东路，敢若是4段5段遐一个东华北路199巷的。这是一个青啊。咱会当看到这一个号字牌被树给吃进去了，代表安怎？代表这个已经7、8档都无人去顾，没有人去管它，让它自生自灭。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这张树啊有破病，你没有办法预先发现。这真正命运的青红灯呢？对啊，好佳在我看到，我甲翕起来。无咱公园处是因万。安尼这种是要救这个灯，还是要救这个树啊？这个议题足趣味的，咱这个看棒。总无袂当叫潘先生去带遮吧？看棒是交通局的，咱树啊是公务局的公园处。那伫咧咱台北市咱若是有了解议会运作，你就知影，咱公务局甲咱交通局。甚至是民政局，彼此会不相往来甚至会踢皮球。这个状况就是上铁铮铮的实证啦，是讲各局处要互相努力来顾咱台北市的树木啊。咱先停喺遮因为这205,900万，台北市民实在真好呀。佫通剃头剃甲遮济，那我要请教咱6亿元，咱新北市的情形无2亿嘛，1亿嘛有吧？我其实我去查了后才知影讲其实咱邦桥差不多有变1000万啦。邦桥变1000万。对啦，其他的区可能每一个公所变的数字都无共款，但是伫咧邦桥是差不多1000万啦。但是咱新北市的这个制度较严一丝啊，就是讲咱要刷树啊你工程要刷树啊，你就是爱有一个移地的这个计划，计划爱互公所来初审，初审了后呢，农业局会当讲核准，才会当来施工。佫农业局。对，才会当来施工。若是讲较危险的迄个树木要移除，嘛爱有这个专业的鉴定。专业鉴定风险的评估，佫有一个这个做进程中间甲后壁相片，来这个辅证，后壁事后佫爱备查，备查，佫爱比查，这就是咱的制度啦，一个制度。有像台北市讲爱有2名专家，啥物譬如讲头头票分所讲的讲，这个农业局的人也好，还是讲咱新北市有这个公园路顶管理处。公园路顶，咱是算讲是景观处啦，景观处。所以这个做移地的时阵，景观处甲农业局是毋是拢爱有派人来监督？景观处是属于这个农业局的，所以讲到时阵就是变做景观处跟。这个公所爱联合来做一个会勘，还是联合来做一个这个调查就对了，但是甲台北市比来讲，咱新北市的制度就是较完备啦，就恁新北市的议员来看，新北市即摆调这的这个情形，有探去到新北市无？这个佛君病，
我感觉加加减减拢有啦，但是无讲遐尼啊像台北市安尼遐尼啊严重。啊，我拄则听老师因咧讲啊，因为吼，咱加树啊吼，袂使加甲敢若剃头共款啊，无伊安尼吼会减点，啊减点到一支撸啊，甲撸起来安尼。对啊，撸起来啊，拢无叶啊，啊无叶啊，你就敢若拄则老师讲的啊，你就亲像迄个太阳能板呐，啊你叶啊敢若太阳能板，啊你若无叶啊，你就变做无办法食物件，啊你树啊无营养，你就袂发啦，啊你袂发的情形之下呢，你就开始铺一寡迄个根啊，一寡迄个叫什么根？不定芽。啊，不定芽啦，啊这芽就是假的啦，啊到时阵树啊就死去啊，后壁树啊就死去啊。所以凊彩剪，有人以前细汉唔知讲，你树啊凊彩剪咧，树啊会上去，伊会死互你看。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拄则我甲潘秘书长咧开讲，就讲进前咱港仔厝国中遐嘛是啊，30几丛树啊，后壁因为要起迄个游泳池，啊，甲即个树啊刷去沙尘堡遐，啊沙尘堡刷了，啊老师讲即马几乎拢全军覆没啊。啊，迄啥物树啊，潘老师？迄拢是真好挖的青仔呢，嘿，像青仔遐好刷的嘛是，拢差不多几乎100%，差不多。专军服务。嘿，差不多半刷过了的1-2个月。吼，啊像这禾根饼吼，即仔就是台北今仔日拄啊好是戒严39年。咱摕徛互伊看。嘿。啊，像即仔像台风即届的迄个民生社区的吼，嘛是讲这是禾根饼。吼，啊，这禾根饼即个问题，变成讲即仔变成一个足恐怖的谣言啊。嘿，就是。小这是一堆外观来看，吼，就是这得来判定死刑啊。所以台北市用外观去看，嘿，有大家是用有混人过的狗仔来片啊，用狗仔去片，嘿，就像片种片尔。你这有腹群病哦，啊，毋就敢若当机咧。不是，我就是无爱安尼迄个比如啦，是确实有混人过像啊。片毒品呢是有，但是有伊的效果，但是较准的是应该爱甲伊迄个细胞培养，吼，病菌的细胞培养，好啊，即仔所有比如讲艋舺啦，吼啊民生社区啦，吼，逐位台北市逐位像这3164丛，3164丛台北市，吼，几乎拢总是，哪有去自然死亡遐济，自然死亡900几丛。8成，吼，啊，遮禾根饼的这像福源公园遐规抓，你讲禾根饼，你测了，无看到你家土甲围起来，袂使互人去打。900几丛自然死亡，嘿啊，台北市，嘿，啊，佮做些拢其他的500丛。其他是啥物意思？唔知啊，吼，所以议员嘛真质疑。用偷去，嘿，就是有几种原因嘛，吼，啊，所以。比如讲，伊今仔日是戒严39年的纪念日啦，吼。啊，今仔蒋万安和公园处长讲，今仔你若讲400几丛，就是谣言。啊，400几丛办是。潘老师，咱直接来讲这900几丛自然死亡，啊，这一般的情形，这敢是自然？系啊，就是这敢有可能？你树啊自然死亡，那有可能有遐济？吼，台北市是差不多9万多丛嘛，吼。迄个啊，佮加上迄个公园，差不多爱这比例安尼正常吗？真无正常啦，吼啊！一般咱的路数上，老师你咧偷笑哦。嘿，上较容易迄个是风，比如较风台啦，因为伫市风台吹倒去，嘿，只有大部分是吹倒。按来讲是自然死亡的，这就是就是你本身无去养护嘛，树啊袂熊安尼多1工2工就死啊。伊上无爱经过几啊个月啊，规半冬有啥物病菌啥？啊，咱回头来讲吼，咱台北市由恁咧观察的即个腹群病，那凑起来了，因为我无看过全台北市，我敢若知影讲，敢若无咧吹迄个空，啊树头嘛无甲挖起来，啊嘛无咧吹迄个空，完全拢无咧叮当，是上无我知的即3位啦。咱所有咱伫台北市所有的遮禾根饼的，拢无看到有甲这土围起来啊。吼，啊，你若迄这土大的，就搁传染出去，传染出去。大土去别位，啊，就传染。对啊，嘿，啊，所以你土壤也无甲换掉，啊，树头也无甲捂住，
安尼就是一直拖一直拖，而且伊真啊，因为无经过这病理报告，好像周子迄个迄个内湖的科学园区遐，周子2号公园嘛是讲树啊是核根病，啊等民众搁甲1999甲讲，伊就搁到尾就讲找无病理报告，啊无啊，啊就毋是核根病啊，别种原因嘛，啊可能安尼就变成其他。哦，那变做其他。拄则迄个。江大哥伊有一张，就是加拿大遐，敢若拢爱围起来嘛，对无？你有一张，迄拢是无袂使互人搭入去的，袂使互人迄落。啊，我感觉安尼做法袂歹，就是讲你若核根病吼，你就是爱安尼做法。边仔拢围树篱就对啊。嘿啦，嘿。我找一个吼，因为今日这个资料较侪一寡，拢一寡。是的，伫遮。遮，好。咱会使看到讲，若国外吼。基本上，咱若要做一个工程，咱会甲边仔全部围起来，吼，袂像安尼拢乌甲规个拢伤着筋。因为我伫台湾看到，就是你要乌吼，无你插的啦，就是直接乌落啊，直接乌落，直接乌落啊，乌甲迄个筋拢破去安尼，啊嘛拢无基本上拢无做啥物保护啦。啊，若照理来讲，一般阮是爱围起来，吼，啊，这个部分咱则袂使叮当，因为咱上重要，树仔上重要是啥？是根诶，根是代表伊的这个喙甲伊的片仔、伊的食青拢靠食呢。啊，你若规个基础无好，啊顶管哪会生了好？啊，这个是这个加拿大，你会使按，这是我较早大的顶管，拄下顶管翕落，吼，这全部拢是厝啦，基本上全部拢是厝，所以人的环境是安尼，系啊。你讲迄树仔内面拢是厝，叶仔内这拢是厝哦，这。内底是毋拿树仔尔，树仔砍起来，蛮白白啦。对，啊是讲吼，因为台湾人会感觉讲啊无啊，迄风台会来嘛，所以风台会来，我一定要甲树仔凑一半才安全嘛。但是这个是较旧的观念啦，因为即摆已经有较新的这个科学，会使知影讲咱做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若像国外呢，国外人是有这个落雪，啊个这个。冬季风暴啊，甲即个咱讲龙卷风嘛，吼啊，人的厝嘛是茶做的，佫毋是像阮即个砖造的，啊啦，人嘛是甲树仔留甲安尼水甲安尼。你甲咱讲吼，在加拿大以加拿大为例吼，伊敢若亲像咱台湾啦吼，敢若甲咱讲哦，我种了足侪树啊，是哦，就比旧年加种偌济。是加拿大是毋是还佫有其他的数字？譬如讲，我会像。这个树木的这个用华语讲叫覆盖率，吼，还是讲伊的人行道的这个杂音的这个比例是偌济？啊，佫有其他什么数字，互咱通参考？因为两位未来可能会使来监督咱的市政府啊，咱还佫有其他的数字通来做参考吗？我感觉若数字的话吼，我是无法度提出数字，但是就我看的话是。伊这个覆盖率是真悬的，伊就是家家户户吼，啊，这个路边全部拢是安尼。啊，像一个较特别的，就是讲这是咱台湾做的这个树屑啦，啊，咱叫这个绿植带，吼。咱听人讲，这按对啊毋对？对一半。好啊，咱就对一半。为什么对一半？因为做长的啦，做长的是实在是做安尼是对，但是你的跨度无够。像加拿大咱咧行吼，伊迄个树屑设定即快，啊人的行差不多像人行这个人行道吼，差不多2-3个人会过安尼尔啦，足细啦，无讲像台湾咧创甲足大个，要互人过，无伊是树啊优先，啊过来是人，只要人会使通过就好啊。啊，那以咱台湾尤其都市，吼，台北市啊、新北市啦，其实咱人足密集的，是，人足济，是。啊，这要安怎处理一个某种程度的这平衡？讲人也要行啊，其实你譬如讲，这个信义区啦，是，哦，这个闹区，啊，伊嘛爱种树啊、丛啊，啊，人嘛爱行啊，边仔佫百货公司，啊，这然后佫看佫行。有啥物方式啊？通好来做两全其美的方式。其实像阮拄仔讲的吼，就是阮拄仔有讨论到讲，这个树啊是毋是愈种愈侪愈好？啊，实际上一定毋是安尼啦。哦，树啊毋是讲种愈侪愈好，嘿，毋是讲愈侪愈好，因为树啊咱买是真正
有效对咱有效的大丛的树啊，因为这种大丛的树啊，伊这个对空气来讲，吼，也是这个补水来讲，也是对所有的这个阮这个空，因为阮即摆足热的嘛，对无？啊，平均一个大丛的树啊，平均会使减差不多2度至8度之间，减2度至8度，差不多20度的冷气差不多。哇，嘿啊那好的树那啊，好的树啊，所以你看这若台北市的树啊，全部错甲乱七八糟，迄根本拢无效啊！你敢若像敢若插一支滴啊，插一个茶哩啊，尔对啊。这个精中知识，但是我譬如讲啊，这伊也有写讲吼，若是医师生活率较低的，譬如讲这青白啊、木麻黄，对，这种算好茶啊、歹茶，这算好树其实迄种是算杂树啊啦，迄种是算杂树啊啦，对啊。啊，这对这杂印的这个效果，杂一头的效果，无讲介好。应该是安尼讲，吼，咱毋是讲倒一丛树啊好啊歹，只是讲这样树啊有生伫对的所在无。啊，这样树啊的这个价值有够遐。啊，有适合生伫都市的这人行道无？你若讲人行道吼，我是感觉是较无建议啦。啊，若讲是海边啊这个一般无啥人的所在吼，啊，若像一般公共区啊、路边啊，迄种我感觉是无啥差啦，对啊。所以就爱选树木啊，而且爱看伊的环境有适合无适合。对，阮要种树啊，阮要先检查啥？阮要先看一下伊啊，这个日头出来吼有够方向，嘿，方向是安怎？啊，我一工头拍日头才几点钟，吼，这是第一点。过来咱要种，就是伊的这个空间爱偌大嘛。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土，咱用的土是好的土吗？还是废土？啊，内底有整理过无？哦，这嘛是重点。啊，这个下骹咱一个遮，下骹有做排水无？下骹若无排水啊，你干那一空底遐啊，水一直来啊，规工饮水因你内底，这树啊要安怎生好，对无？啊，过来就是你爱好好啊修整，啊，过来爱有一个专人吼来去做巡查，安尼才是规个流程是安尼。哇，这看起来学问真大呢，来评分。我补充一下哦，咱台北市即马是安尼啦，这是咱吼市民大道天津街路口哦，对，这是一个公园哦，伊个树啊系树屑啊，头拄老师讲有迄芒啊，咱术语拢青柳竹啊啦，保留竹啊，保留竹种伫内底一定是袂活嘛，但是这个案例咧是讲伊甲迄树根截断哦，可以用水泥把它围起来，但是应该安怎？应该要拍好通，把绿带打通，这是一个状况哦。啊，头拄有讲过吼，咱台北市政府内底有各个不同的局处嘛，有民政，有公务，有这个动保处。这个案例是安尼哦，咱动保处的这个长尾山牛，伫咱家伫咧繁殖，但是咱公务局居然在这个地方开始砍树，在施工了。各局处的沟通协调，各局处沟通协调几乎是没有存在。那再举一个更惨烈的案例啊，古尼，去年开始，我们台北市公园本来是公园处在管的，改作是民政局下面的区公所。那听起来不错啊，我把专业还给你啊。但是导致怎样？导致许许多多的承包商无照规矩来，就这里长就反映说，20档、30档的树啊，给它凑掉，没有合理的医治，所以衍生了现在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是台北市政府的各局处。我先甲你请教，你这头拄所讲的物件，市政府你拢有甲反映过吗？有。啊，我还特别对观众朋友来讲吼，我也有邀请市政府相关的单位，请伊要来上节目，但是因甲我回答讲，以早无即个惯例，啊真歹势，啊所以我实在是无法度讲在现场，互你做一个伊讲即个话，你讲即个话，平衡报道啊，这个观众朋友毋是阮挑过伊的吼。
啊，这甲恁一个自行判断，批分车。对，就是有这款的状况，所以大家拢讲咱台北市是市长的实验室啊，有这款的状况，导致有这样的说法。好，以上来补充。啊，这刷来我要请吼，咱的市议员吼，咱新北市大多数嘛有其他的所在，唔是都会区，吼，比如讲那放门啦，这当然无这个问题。啊，那邦桥，可能树木啦，啊公园啦，算多哦，比其他的区。看是要比较讲新店，还是讲要看啥各相比？因为吼，咱毕竟吼，邦桥是一个政经中心啦，所以讲吼是，不管是市政府还是讲市议会，拢是咧邦桥嘛，所以邦桥的树仔会种较水啦，这是一定。会种较水。对啦，会种较水，会较无问题啦。啊，但是就是讲树仔吼，管辖范围实在是足宽的。比如讲，伫咧学校内就是教育局，啊，伫咧学校树仔吼，你若发去迄个围篱外口，迄就变做是即个公所管的啊。吼，啊，马路就变做是公务局管啦。啊，若是讲吼，你若是树仔吼，通过咱即个电线啦，吼，啊走去人的即个厝内面，也是讲吼，甲人即个门窗吼，甲人突破，也是讲安那，啊，迄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其实伊是跨即个局处咧管的一个议题，所以变做我是感觉讲吼。这树木的这个管理吼，毋是一届的，这是一生的管理啦吼。啊，你要种什么树？树啊，种咧倒位吼，啊要安那即个来养护，啊要安那来修正，哦，要安那来防灾，吼，啊要最后要安那来移除，哦，这部分拢要有完整的即个制度。无到时阵，比如讲，因即马大家拢咧讲吼，爱有证照啊，啥物拢爱证照嘛，对无？啊，即个艺术家因嘛，艺术人因嘛是爱有证照，讲来加树啊、修树啊，还是讲看树啊、看病啥吼。啊，这证照是毋是讲咱有？彻底来即个执行，讲咱真正爱看咱即个证照，还是讲啊，你毋管是公所的人员，还是讲清洁队的，还是讲消防局的，你拢会当来加，啊，大家拢会当来加，啊，加的大家拢毋知影讲树仔会当活落去无？哇，你讲到一个，我会记一个笑话，讲有一个人有大某细姨，啊，大某是老的，所以伊乌头毛拢甲挽掉，啊，细姨是少年的，啊，甲白头毛拢甲挽掉，变做光头。对啊，就是即个剃头的即个概念就对啊啦，就是树仔即马拢互人剃头。但是我睇以即个光头的人来为例，伊是爱家己自主管理，还是爱叫什么人来管理伊即个头壳？树仔其实是属地主义，就是讲伊生咧倒位，都是迄个所在人爱管；生咧学校爱管；生咧公园的景观处爱管；生咧马路公所爱管。啊，树仔迄叶仔落去倒位，就是倒位爱管。树仔生咧学校内，啊叶仔落咧外口，就是公所爱扫。所以这真正学问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应该吼要有一个即个综合单位，而且平台啦，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啊，吼咱即个真正即个即个成熟的城市吼，毋是讲你凑树仔凑较济还是少，还是毋知，但是重点是讲，就是要有一个平台，就是你毋免讲搁爱找5个无共款的局，你敲好即个平台，啊，即个平台就会帮你来处理、来整合、来做一个即个统合的动作，安尼才是正当的做法啦。即我要请教咱秘书长，这敢有可能性？因为啊，为了这树仔创一个平台，我已经有1999啊。安尼敢好？我感觉像台北市嘛，做趣味的，就是像按赖总统有伫讲要做 QR code， 台北市是上早做 QR code 的，但是因公园处甲迄 QR code 做好，啊内底若比如讲有保护树仔的标准呢，伊袂去通知文化局呢，所以公园处和文化局因的即个受保护树木、保护的树仔。因的资讯平台拢无伫沟通诶。你讲到这吼，必须就我就来请教。我知影诶，即马公园吼，那小公园是区公所咧管，就是改做区公所。啊，那大公园是公园路顶管理处。是。啊，所以这小公园内面的树木是谁管？嘿，就是即下变成多重马车。而且区公所吼，
拢甲你讲，因为我人手无够，是所以我拢外包出去，所以我唔知影因咧创啥物。嘿，而且这个外包的部分吼，是区公所的外包的管理，绝对是比你公园处还是迄个局处相关较大的专门一定有差。吼啊，像这修正呢，迄个伫迄松山区公所迄像庆城公园遐啦，嘛是拢断头修剪。啊，像这按艺术人这些专家来讲吼，其实迄个这四个北基桃拢总有修剪人员证照。但是你断头修剪的是安怎都无人伫验收，是安无人伫罚款，啊无甲即个公共工程甲撤销，吼啊，比如讲列入黑名单、黑名单，拢总无伫管。所有的断头修剪、撤了，拢总是乱七八糟。意思呢？啊，你认为是安怎会产生这种现象？我是感觉公园处毋是落实落去，是规组害了。所有台北市所有的修整树啊，所有的移植移除，拢总无照法规来。比如讲，咱即个移除跟移除作业要点，无人看过移除作业要点的迄个说明会，完全拢无。吼，像这富民生态公园，迄是施工的说明会，先煞甲你讲树啊要撤，吼，所以要撤要煞，拢总无照起工来。然后这树木风险评估明明是健康检查。因啊摕来做死亡判决书，两个专家得当唔免搁黑箱哦，拢无甲你讲是对一个专家来判死刑，吼啊所有迄树木风险评估靠到尾啊，分数啊，老记者吼，伊咧讲爱有一个平台，你有赞成讲爱有这个平台，啊而且爱有这个平台会当真正会活啦。无咧运作啊，嘛无效啊。因为只不管地方还是中央，迄个按民间嘛拢做侪这种专责单位的诉求。我嘛是感觉讲，所有的双北嘛是有一寡议员，包括按在座议员，拢提出相关的，就是有一个全责单位是比较较好啦。啊是啊，大家有这个声音，就是所有的机关，大家拢乱来啊。踢皮球。嘿，大家拢伫踢骹球啊，吼啊，所以你。公园处伫修迄个教育部伫修，教育局吼好伫修啊，一寡迄个区公所伫修，大家拢总无照起工来，大家拢无照法规来，啊，所以规个拢乱糟糟，啊，所以比如讲若台北市可能是，比如讲若新北市可能是较农业局可能来主管的较好，啊，若是台北市可能是公园处搁起哩的，加应该是爱增加一寡树木专业部分啦，吼，专辑爱推广啦，嘿。但是吼，头就讲到，咱台湾其实是亚热带，吼，啊莫以加拿大是寒带哦，因为树木到了冬天爱冻死，吼，而且有可能不了到拢树叶拢落去，啊，因拢安怎来做这种日常的管理？甲咱亚热带应该按做什么管理？老师会当来甲咱做一个说明。是当然，一般来讲，咱来讲，台湾是一个即个风台足侪国家嘛，对无？啊，所以咱就要甲树啊增加无叶啊。但是伫国外的时阵，一定拢有嘛，系啊，甲树啊增加无叶啊呢。但是伫国外，人哪无安尼做，你知影？人就是有伫管理，但是你讲若是即个。风暴若来，若是讲即个较大的风，还是讲落雪较大，你讲树会倒无？嘛是共款会倒啊，伊共款嘛是树枝会落来啊。但是这就无法度，伊这就是一个即个灾害嘛，这就是天然的这个灾害。但是人有一个所以以咱台北市为例，应不应该甲树叶啊？为着要防台、防这个风台，所以甲树叶拢剪了掉，甲剃停头，安尼袂使。伊这是甲问题塞到后壁尔啦。可以算讲，你即马加调好，啊，即马这阵通台无代志。隔2年了，隔3、4年了，爱就豆豆来，豆豆落，落到差不多你会看，豆豆尾也就生安尼。吼，有诶这就会像安尼，你看安尼一丛叶啊吼，安尼无虾米叶啊，啊规个看起来安尼生做安尼。我拢无啥晓啊，咱就会使讲这样树啊可能有问题啊，咱袂使讲绝对。所以，但是这个时阵我看到有问题的时阵，咱就要来检查到底问题伫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爱有一个专人来去做检查，这是
重点。我是感觉公务人员吼，因的想法是安尼啦，就是讲吼，若是讲需要保护的树啊，拢是足久足老的树啊，比如讲100年的树啊，因才会去保护，因才会去家己围起来。但是吼，迄款新的啊，较细丛的啊，迄款吼，伊就讲想讲臭掉，搁种新的，安尼成本较低，安尼较紧较低，啊效率较好。嘿，因为即摆的做法就是安尼啦。但是年代吼，也受着讲咱都市内面选这树种，嘛爱选讲树种嘛是啊。这茶较爬，生长较紧安尼较好。而且伫咧咱新北市，我感觉足奇怪，伊迄树坑吼拢足细，毋知为虾米迄树坑拢创作细，毋是亲像伊拄则看迄张迄张是长的哦，迄张是范围足大的哦。咱这树坑吼是足细一个树坑，啊比。想看这种树坑，啊，就对啊，这个算大的，咱遐90公分迄树坑吼，真正较是细。这个我想讲，哇，这真正敢若古井迄款，你知无？你古井迄款，50公分，对啊，50公分，啊，迄树根真正拢走袂出去，啊，拢安尼，拢白安尼，做伙安尼，啊，真正我感觉树啊足可怜的，啊，但是无办法，因为我毋知是邦桥就是寸土寸金啊，你拢所在拢足贵的。这我爱请老师来甲恁讲述一下吼，就是讲对无毋对，你都市吼寸土寸金，但是你若要种，你都要好好共对待啊。对。你无你个绿苔，无你新妇啊讲。对。吼啊，但是咱台湾以咱台湾自南到北，自北到南，自西到东。咱台湾适合的树种，有人讲啊，你本土种就上好啊。敢是安尼即个观念，还是讲安怎来选择？其实咱讲这个本土种是对的啦。啊，还有另外一项是讲，咱今日要种一丛树啊吼，咱唔是讲我要种什么树啊就种什么树啊，咱先观察，先观察讲这个所在气候、日头、地理、水文安尼。对，啊，甲大部分伫遮种的树啊。大约拢是虾米树啊？吼啊，咱才来种，啊，才来选，啊，选好了后，咱来好好甲对待，好好来甲种，自土开始，啊，豆啊种，安尼，这我感觉这才是基本吼，咱会使解决问题的所在啦。咱讲有，比如讲台北市有列出一个名单啦，这个樟脑啦，哈，对，樟树啦，是啊，茄冬啦。是啊，猪骹兰啦，是啊，芳兰啦，像这种物件，这种拢是较好的树种。是，啊嘛有一种嘛会使，阮嘛会使讲苦楝树啦，吼，可怜啊，有些可怜啊，大家无爱，但可怜啊是这个阮台湾本土的啊，但是人哪无爱，因为就可怜啊。听起来，但是事实上是袂歹。袂歹的树啊，啊嘛这种可怜菇啊，系啊，可怜菇啊就是迄个。会开黄花迄种诶，伊差不多会开白花，吼，开花时阵规丛规拢白花，少水的安尼，系啊。哦，所以这大家爱有这个概念嘛，爱评分。头拄仔刚咱议员有讲吼，爱有平台，哦，咱老师嘛讲，树种爱选择，啊，看这个所在敢有日头，哦，敢有排水无？但是实际上伫咱台北市。决定的人是啥？修剪、光头，也是有刘海。决定这块代志的人是啥？是咱在地的里长。是里长，对，是里长。伊要甲树啊整好，敢若无整安尼水水的，会当。伊要甲树啊剃光头嘛会当。伊的决定甲权力吼是足大。所以哦，我要回到咱台北市的自治条例。咱树木修剪条例是咱台北市议会3读通过的，但是没有人在乎这套法律。伫咱修剪的现场，如何去判断有25%是用目睭看，还是用手去量？无，今日透早是咱市民家己去现场监督的，若是无市民。阁无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的，里长有到位无？有，伊是支持的。所以我讲，里长若支持，就会剪得水水；里长若无支持，就剃光头。这毋是制度呢，这是人治，安尼无。你认为是安怎？里长的权力会遮大？
因为咱三读通过的法律没有严格去执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市政上的一个缺陷，导致很多的树木被断头之后长出不定芽，台风拿来把不定芽吹下来，砸到人、砸到树，变成另外一种问题，它又可以变成高危险群的不金病的感染的族群，这是台北市我10年来看到的现状。哦，所以这里长会当决定我这个树啊要来修剪，咱新北市有这种情形吗？我感觉其实吼树啊吼，就敢若咱吼一个人的一个门面共款啦。树啊吼，其实就是互咱安尼足好的空气啊净化啊。但是吼，即摆的问题就是咧讲，真正有即个技术会当讲甲树啊加了水，佮加了好，佮加了安全的，这真正无几个啦。我讲实在话，所以比如讲，咱即摆树啊，就是为虾米因拢安尼断头齐头式的去加去修，就是因为无即个人才去做即款代志。啊，是毋是咱应该爱，比如讲景观处应该爱来培养一寡有美学、城市美学的一寡人，啊，会当讲来做遮的即个工作。而且爱了解树啊的生态。对，爱了解树啊，会当。其实你看国外。虽然讲咱无办法做到安尼啦，是讲树啊修甲足水的，不管是日本啊，还是讲美国啊，还是讲倒位啦外国，啊，但是咱基本上会当讲尽量莫互伊破病，尽量莫互伊感染，尽量莫互伊讲去有即个。上无莫讲热态嘛。对啦，莫讲热态，啊，尽量讲互伊即个树坑较大一束啊，安尼树啊就会当讲活甲较好，啊，但莫讲一定爱种足侪树啊，但是你就是每一丛树啊，拢好好家对待，拢好好互伊发甲较好。安尼咱的都市就会较做水的，我是安尼感觉啦。秘书长，在恁这个护树吼遮久吼，你认为台北市即摆目前应该第一优先爱做啥物代志？是亲像撇分他所讲你爱落实这个自治条例爱做好，啊，莫互这个里长家己去自作自端，还是讲爱安怎做？嘿，我较有讲吼，即个刷树啊、佮撤树啊，这完全拢无伫管。完全无说明会，完全无公开的程序，啊无断头修剪，完全拢包庇。好，像松山区公所迄头前断头修剪的，伊就发一个文讲没有违法。好，啊按实际上安尼公民也有看的，啊就收了无遐粗残。啊若公民无去看的，哇，就拢断头啊。啊然后1999，吼，咱即仔因为台北乱撤树啊，这网络诚济，吼，啊大家都有去卡1999啊，啊有人去看。啊，有1999卡落，拢总无采罚，拢总无吊照，所以遮不当修剪呢，断头的这完全拢啊迄乌名单，完全袂使来接公共工程啊，连这简单的代志拢无法度做。所以台北市真就应该爱甲即个乱撤树啊，马上袂使去煞，吼，该发啦，爱发啦，吼。嘿，啊，然后你真按大家拢在关心的，今仔是戒严39年。吼，你是安怎要摕即个社违法来恐吓市民，互人袂当讲话？吼，39年前安无法度讲话，无法度自由，那会39年？袂啦，我相信蒋市长应该互咱讲话啦，吼。无，伊即仔咧，咱即摆咧讲话就真安全，报警处理哦。你放心。来，最后咱请即个江老师来跟咱讲吼。但其实不管是台北市啦，吼，新北市其他的县市嘛是爱来考量讲伊。地理、天文啊，甲日头安怎？对。总而言之，你认为台湾的种树啊、甲养护树啊，这个专业爱如何马上来加强啊？其实我会使讲一个较简单的，互大家较了解啦。吼，今日树啊会倒，吼啊会造成一寡问题。吼，这其实毋是树啊的问题，大部分阮咧看所有的案例，拢是人的问题。嘿，你毋是乱修剪啊，就是种无好啦，啊无就是内底土球啊，无绑锁啊啦，嘿啊一寡人为因素安尼，啊所以大家惊啊，大家就一直做唔对的代志，啊安尼是唔对的，所以咱只要把代志做好，我相信这个环境呢会豆豆好。搁另外一项是，大家想讲啦，修剪树啊，